花莲县的烧雕家林永德本人讲是烧雕界的阿技师，如果会用各种烧头创造出几多本人可能会隐吞荷兰水的美食。无论是豆腐、生菜肉、小笼包，也算凤林菜地美食，饭头、老肉、薄皮辣椒也都，一块路做啊，像正经的腔样哦，人看到的就感觉讲过幸福。林永德从小路卡路去开生意品店的，一下课路听书去拿烧头。了解也会谈论，也会去海巡、河巴巡、养烧头，对烧头个有感情。睇一个花莲生意生意没落过后，里面的如果做烧头雕刻，也按多年常常行出的自家的路，结合菜地文化，用美食、美食来向几多人注意。豆腐就是它要全白的，然后带一点黄黄的感觉，你才有那个传统板豆腐的感觉。然后你做包子就要感觉它里面有那个包内馅啊、油脂的感觉，所以找的食材就会不一样。营养是拍嘅豆腐，阿豆饱满嘅包裹，看到軟氣想會太好食。不過呢條是都係殺菇。其实当初就是结合地方特色，但是想到美食到底要结合什么，然后才会形成一种特色，跟别人不一样的。然后美食，后来就美味的食物，然后美丽的石头，然后两种音相同，可是又觉得食物的造型也很奇特嘛，然后就是可以跟石雕下去做结合。玫瑰石它就外表你会看不到里面，这个是为了让你就会看得出来，对。所以就在那去取它。所以有的时候石头并不是你外表看到的样子。老豆老嘅紅肉係生啱，配嘅部分係殺菌，還有用風肉做嘅便機個，為啥做嘅鹹種？老皮煮龍煮兼嘅花蓮馬刺，做到從全件嘅每時每殺。你还看到最熟熟的金欧诺。那老师利用不同的食材跟色彩，去把这些自然的食物做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看到它就有一种亲切感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的创作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脱节，那他可以做这样把它做出来，会觉得说，其实试着也可以引导我们很多人去想，说我们拿哪些东西来跟我们的生活，还有我们的族群文化去做传达。因為媽媽係客語，美術地客家種做主題藝術家，林俊德喺每時每上內列之外，每貼片用客家做題材來創作。客家的特色就是藍山啊，客家的藍山，還有桐花，然後我就把這兩種元素去結合食材，然後這也是花蓮最平凡的食材，我們叫樸實嘛，然後去呈現客家的樸實的人文啊，客家的文化，像牛吻水有牛吻水的故事啊，那我們客家藍山為什麼有它上面的花紋啊，然後桐花為什麼都代表客家，然後你就是創作的時候都要去研究這些文化，然後才去下去做創作，然後這樣子創作出來的作品它就會有故事在裡面，也比較能打動人心這樣。林俊德係老客家每時每殺結合橋下，所以就嚟了咗鳳林嘅油脆臭豆腐，看到人見吞後欄嘅南肉人葱，韓國鐵頭老薄皮辣椒了豆。像這個鳳林這個剝皮辣椒啊，就是利用台灣翠玉下去做雕刻，去呈現剝皮辣椒翠綠的感覺。然後其實剝皮辣椒它要呈現它生的感覺，然後還有醃製過的感覺，你就必須要去找食材顏色。回龍見到到回順，回天日色嘅江風景，看到人都唔想人。
仲因讲花莲系石鼓嘅故乡，下达跳好吧，大家回顺，出山嘅石鼓未到冇強容。林俊德見擺出去，都從係為去清包容。这是山水石，然后它琢磨之后就很像山水的意境，有没有？有山啊，有水，它就是一层黑一层白的。像这种就是石英石，你看它有透明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它会夹杂一些黄色的部分。然后如果我们把它雕成包子，就好像有一些感觉。然后这种是火成岩，然后它有很多结晶体在里面，它是斜长方石这些绿色的部分。这一块我们可以做成那个西点面包那一种的。其實林俊德全世界不下出快上一片加工廠嘅，用料出天然渣會都回水釀石鼓，那專戶老幾加工再購買出去。加料師出盡係去回順老料，加減傳到錢來補貼。有時冷年會，花蓮生意產業供應都好，主要係做微笑。沒落過後，工廠咪一件數起來。不過林俊德認為安樣。行出去跳冇看到趕路。那时候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啊，然后家里很多石头，我们以前都是做平面加工的嘛，后来就是想说再创造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看客人会不会买啊，就是增加一些买气嘛，然后也利用这原本的石头下去做创作啊。所以林俊德開始自家慢慢的學，慢慢的命，約力2年就簽到自家為行嘅方向，屋下細細嘅茶庫村，就係自家嘅工作室。後來我是覺得花蓮的石頭很多種顏色，然後我就慢慢去利用石頭的顏色下去做創作，就比較有別一般就是一件東西啊，它就是單一的顏色食材就去創作，然後我的創作就是要創造出彩色的世界，這樣子。用石鼓本單嘅色料創作，林俊德講雕刻係技術熟練，練雕嚟出位。不過清石鼓是比雕刻還難，為很難叫嘅時間，除了為經驗和為度籌法。透過工藝片唔係切好出規張石鼓賣，底下結合嘅彩鐵文化。最渣貼片上嘅石鼓，到嚟林俊德小號，出場係招嚟生命為講古。